子一死，我命要无从寻找。万孙之后天之恩，当他到这里来当公子，这不知命万子什么？不，每年弟弟讲的谁不一样？他是命在哪里？其快不见也摸不着，信他做什么？是命也好，不是命也好，反正人生一场梦，而且我们是做官的，我们哎呀，又哭了。跟你在一起，我也老是想哭。跟每年弟弟在一起，他总是那么夸我。我也知道他心里并不好的，可是从来没有看见他流过一次眼泪。相反的，他倒是笑。哎，你听，这不是每年弟弟笑声吗？爷爷，你们这两个傻丫头，怎么还坐在这里？那么好的马戏不去看，快去！弟弟，什么好马戏啊？来，我来告诉你们，前几天不是有几个请我郎子当着人鱼院推销卖桥吗？我知道这些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我们不是一直没有去理他。不想这些人胆子越来越大，有一个人竟想跳下过来，我的好意却拼不了使用。我想这个老太婆反骂我去对你野战争，真把我气得要死。刚才他又在讲话推销，我在内部资料，我就这样，可强了一声，哎呀，这一下子可不得了啊！这个人门在58道，正好这时候那老太婆来了，我又咳求了一声，躲开了。我想这个人把老太婆弟弟妹妹的人家，这下子一定在淡定死了。怎么了？不说吗？梦啊，做过的哦，弟弟，你看他也是梦啊，命啊，我死了半天，反正说不动他。是的，我的亲妹妹。女子无情奈何
才好。水泡在哪里水？这次才加3年了，连水都不知怎么放，竟不为你们一天到晚想，落根不行，落根不嘛当着我不听我。上刀山下雨布，你我过来受苦。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不是啊，哭，别来了，哭就是人心不坚。哎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到里面去。大家留在这里。什么事？来问我什么事？你做的好事啊！弟子做了什么愉快的事了？什么这样的就说你在叫我？我问你，你刚才在医院做什么？弟子并没有做什么，真是个小狐狸精！你怎么可以那个亚男人在向我吹笑啊？向我啊！这到几了？弟子未越寺门一步，怎么会引起野男人来了？这倒要听闻啊！是我问你还是你问我啊？回答我，那个亚男人是谁？啊，要问师傅自己。好啊！你是什么？啊？什么？你是什么？刚才我到医院去洗手，看见师傅在相守，乡里乡外同拍手，绵绵情语话不休。一个是那两生生父妹妹，一个是去海郎君，混眼人又不走又不走，扭捏才定了头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不怕当着本人鸡鸟呢？跪下，拿家伙来。要去哪呀？不去啊？啊！你们也不听话啦！跪下，我这个跪下！不要跪，你们的腿是那么硬。好，你们也想造反啦？好，肚子里是个小汤姆。请师傅帮郑重一席。哎呀，天哪！天来劈死他，火人烧死他，龙王淹死他！出去！你给多几个滚出去！哦，你能真的把我们赶出去，那真是感恩不浅。可惜呀，你还没有那么大的权利啊！哎呀，那我怎么办？我来死给你们看！师傅，这位公公有事要紧，便是这里的侄子。今日晚上往堂庙念香为公，奴姑之子，要得此消息，你们赶快胸下手着，准备去交。哎呀，万岁来了！快准备动作相助！哎呀，快去准备啊！在这里做什么？到里面去！万岁来了，我们要告你一场！哎呀，快当说呀！
岁。你就是这里的侄子吗？是病。本子共有多少弟子？不认所有，许多是先王的公兵，大半都是。有一个叫什么武媚娘的有吗？有一对儿苗家，在宫内是叫武媚娘。对，在这里。在这里。快请武媚娘来见。正是。这一次武媚娘出见。武媚娘见驾，愿吾王万岁。你就是武媚娘，正是。为何不得去流泪？有罪不可，是你无罪平身。谢万岁。乃是天子才，你武媚娘接着以上为公混家。臣切记先王遗人，身为不正，进宫不便。来呀，来！武媚娘金凤召你，才接进宫，好生私语。奴婢随父召你。
我已先王才人观堂思。王位，你们就不认识我了？大妹子，我是这样的人吗？弟弟，但愿你永不忘了我。你们怎么又哭了？人家这眼里是女人的，我才不信，为什么我从来也不想哭？当我最伤心的时候，我就想笑，大声的笑，痛痛快快的笑。弟弟，快准备准备，快准备准备。就让你原谅我搞的。再有的你，如果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你，望你不要记在心上。你不要以为我进了宫就比你们强，反正是一样，也许还不是你们。快过来，接师傅开过头。这两个儿子非托你了。今日百变历史不去，常年相会必有期，留下苗酸与苗骨，要品尝师傅好地。一个是无知无识天生女，一个是多有多病来杀皮。你我同是女儿身，妇女官夫总是比，修理那光着八百七灵堂，许老几今天一起拜托你。我武媚娘有朝一日退了人，也不忘师母的好心意。弟弟，奴婢周娘娘，请娘娘给我营造几个起家。
至此，有空皇上做事，此间事情比本上不是一样吗？哦，是我大胆说一句，你有些变了，变了，变在哪里？娘娘。哪里？你还辛苦了，这本来是我的事啊。陛下，你也替我做了不少事呢。哦，什么事啊？你不是说我替你批本上，你替我画眉吗？哎呀，一句戏言倒被你诈死了。有道是君无戏言。我知道你又来了啊！好，你的本上批的是啊，请陛下过目，可有不妥之处？不必顾请，你
我挖煤可要那样的多了吧？我若不伤死你的在内，还不请你进宫呢。陛下，这里有齐有功、徐敬中的本章，里边牵连过大，要请陛下听的。什么？国家用兵必得意，党外黎民平三万里，老岳当定有定力，多少九节有军备，掐不了我们狼把传无言，开开军饷无私地，少见乡人十八两，千百权贵分分地，黎民才有九出币，也是能不记等地，小康在田园荒僻，平安在此山千里。那个大战无不济，金贵银丝将花人心。虽没有在是长生无忌，徐敬业不当兵力，自在了花高来见，留守他在从中保庇。他身为吏部尚书，与王女有深旧情谊。他不是保佑朝廷，却为我从中保庇。他早已不及同胞，与豪门爱同生息，其中远近空人意，万请陛下察将心。这件事非同小可，须知意。不知爱妃是何批？陛下请坐。当言到作父殿中房，将这边不离荆棘，将留守该去上司者，摘掉莽夫离山地。爱妃所偏故意，即将自意用药心，为我有余不顾及。天有府中须走起，那留守乃是王后亲舅母，他是怕从此后宫要做自己。要是他是王爷的亲舅，就是王爷的亲母亲，难道把人的不办了吗？永谢不下。正是永谢不下。唉，真的痛啊！陛下，你不说吗？哦，有一点儿就老毛病了，不妨事的，谢谢一位，好啊！那就请陛下去安息吧。等我看看你今天的本章。你不是说还要我替你挖煤吗？你正好兴趣，快去安息吧。好好，
只是骗老你了。二婢，寡人少些一日，无累无人，不得进道。迎接王后千岁，贵妃，我怎么敢当？快请起。谢王后，王后请坐。贵妃，你也请坐。王后在此正thiết立长事里。万岁正殿也有你的座位，何况我不过是个王后。别坐。贵妃，贵体可好？好不相儿。咦，万岁你怎么不见万岁呀？万岁放下早早问息去了。王后有事得臣妾去请他。不用，请教你也可以，反正留万岁是一个人一样。王后有事管不到面领讲。请问这是谁批的？好像是严贵妃的笔记呢。这是圣上的旨意，臣妾代批。圣上的旨意。请问刘氏身外何在？要将这边为？刘氏身为吏部尚书，10万两少监军费一断不出，不加再就半日即当暴毙，真是无罪。10万两军费无比，是谁揭发？其有功许敬忠。哦，我当是谁？原来是两个奸臣。王后，身为一个王后，怎么背后出言侮辱他人？二人这边有证据？没有证据，是无批本。拿来我看。王后为何是此关心？难道你不知道刘氏是我什么人吗？是王后的母亲。吹了！常言道，当狗也得看此人面，你眼中还有我这个王后？有他王子万法，四命同财。武媚娘，奉劝你进宫里，你把我武媚把中王迷，你妹兄弟去封神，你妹龙全是心思飞。八国生前要你的国家大事，要你管理三宫六院，请抛弃我王女也不在你眼底。只怪我当初走错一大棋，如今事情不急，你见我将心头此言中定，
再娶王女为，在万岁跟前龙死君父。我劝你一定同子人，觉得自己恐不及。今日里你咋不打起心肝？我与你势不两立，听到心。这是身上的旨意，我也是这个意思。好，要飞，王儿要飞，要飞！佩服。我与你势不两立。什么？要杀人吗？这是万岁爷死的节，杀了人不要偿命。这里没有人，胆子放大一些。可你最微微的一双茶芝麻粉的手，也想杀人？天哪！我到底还是个王儿呀！你须知，一个王儿天下计，有好爷好女生气腾腾，你这一次须帮生意事，今日妇你失望了西山边，我看你深深恨到你是什么？要说你是怎么进的龙死的？比起电子跟其人，你来是吃了果子忘了事，饮了午饭忘了饭，你来是先王一代人，爱你是真给你生。这边家开龙恩，你拿着进宫恩人，你须知富贵贫贱在我手，三宫六院我为分。从今日你烧茶也是烧条粉，不管朝政不批本，抛弃妩媚守本分，爱问守己从为人。我念你一点后必情，留在宫王在身中，非得是修长今日气焰要是比起是你受尽，说句说中你事事称胡得胡实，你死绝恨。来人，皇儿把家为公，送娘娘。你这刁物，我恨你！为公。所有我幸福归天，让我
公主的刘公公。说，刘公公觐见。奴婢叩见娘娘千岁。景岁，你不在王儿那里时儿，到此出人。奴婢有一机密大事，就禀娘娘。什么机密大事？暂时不报。娘娘，请看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娘娘，请仔细的看，上有娘娘的身份八字，胸前有刚正7枚，有人要爱娘娘。是不从我而来？从王后金当里取出来的。王后每天早晚闻香之好，要娘娘得生聪明儿子。奴婢基于你们国某先前来密告。臣妇，你敢作证吗？这放马了当，有事尽管大胆而生。有娘娘在此，待你不会有什么难为。是公王女子是。有请万岁。王王儿，你这样的法子也想害得了人，那天下事就好办了。必有事啊！陛下，你真好得呀！我不是告诉你对痛吗？你再忍下去，臣妾的命就没有了。此话怎讲？陛下，请看，这是什么？从臣妾进宫来，多人万岁陪宠爱，多少嫔妃齐出没，多少姐妹爱转妹，还在这次龙上山，是否有人将臣妾来？无人大胆开来去，臣妾惶恐口难开，这是为什么？此人却是大事天，恐怕陛下知道也无奈，难道比无天智慧，寡人难以做主宰？并非此人比天智慧，有一批王公大人在追位。即使你万岁若将在高州的本大为谁天来，倒不是我在救前人来，衣裳锦鲤将去打开。即使是王儿也要在。真是万岁爷你的恩深义重万岁。孤孙是他，刚才他怒气冲冲进宫来，说马臣妾谁不看？生我是马龙全是新是非，生我是武苗出来恭维，生我是家事女生原有才。那边要想臣妾来，如今秀才莫回来。上有臣妾三夫人，方生其美胸中刺，曲项三次到万倍。就陛下所讲臣妾句，这个梦里从来，是朝阳宫中刘公公在王儿的君堂内取出来。好
女觐见。领着。臣妻姬家万岁，多。身为一个王儿，做出这等丑事，真是死有余辜。万岁，不出此言。哼，万官叫来，死去快乐。万岁，是哪从何而来呀？不从你金刚须来，万从哪里而来？好先生啊！我以为你后门之女有待他，但是你不惜无道杀兄强，我用妖威掩蔽欺君罔上，私奸强。今在不正面前跑，俺家族此案不平道，我断可用天子用，天理神经谁难道？万岁，万岁的怒勇气高，不把此愿离天表，总算是要非离此，一错道，万岁明我出最好。自家不真有人生来，岂用巧语杀花刀？传令人的陆先生，这个蒙语从何而来？从实的讲，还有本女王爷里战不杀。万岁，奴婢有几个脑袋关杀黄道呀？怎么人恰先是从王儿娘娘金囊内取来？王儿晚早晚终尽不告是道是今晚归称兄来，将王于当时人公天衣发落，在镇里接下诏，非是王于之为。华人替你做事，你怎么还有我有之意呀？陛下，你不是的。你还在生气呀？是万岁，有上官人事情的求见。师傅，臣妾的话应了吗？他们定是为王儿之事而来。这般了得，说，看他们有什么话讲。传见吴娘娘。定是谢娘娘，寡人离人先早，而请进宫无事。臣千岁万岁，王与身万岁，有今日能功，使用要法，言而无弊，真实无才。万岁，小王儿那是一个亿万，怎能做出此事？万岁不可轻信啊！也有神圣不神，真实清醒，
死去困难。哎呀，万岁！小王儿之为西域者普渡，难保不成郭氏全套叶王爷，万岁明鉴呐！卿卿之言，乃是有谁叶王儿？君有所何，臣有抵冲之责，不可不放此一责。以卿之见，是谁叶王儿呢？娘娘生命何必孤问彼臣？你已是一家叶王儿，臣并未是此事。是一家不是全套欺奉皇上。娘娘不争，何必多心？这倒要查清，交出在这当沿海之人。哎呀，万岁！下有人。皇王爷怀着私家心何人？自觉身须回门行，本官言说去不清，这莫瞒之事不可不信。万岁！自古言朝纲有明君，才有个列国有真人。为臣只是一句话，娘娘苦苦必为真，娘娘的用意何必问？奴臣家境司马厅相承等，两代宗人自家子。哎呦，门第有公兄，今日里凶险乃是儿娃，岂非是混遍天下老臣的？爱卿，这真是天下之文也。王儿也天当真，恰有人红色把哑巴是非问。普天寒地有众人，将士得力昂走奔。说什么不是全朝明王与为，分明是移花接木下贼人。铁证是三代交纳，二杀贼人血吞人，杀非公谋同结党，也能测出天心来。就让你关注问题是三种，大人看的是眼睛。我问你理解公为问可吧？当中万一无才名，就让你为了鞠躬哭熬上，还有众人哭泣君。大人。在这我不饶光说欲为困于不困为，寡在愚公之子，无尊王义尔等之才非。臣等该死。上为你请旨，是王于往日何不要义，不作为天下亿万，咱命上为你操造，非为世人。臣领旨。每经此事，因公其今日，便为刘贼司马万峰山岳所及礼金，铁棒顶空。今日身上开红，必将他人。以后还需上批圣意，下为黎民。休在宜昌里在四级兄家无作非为，两言相告，望你记下了。臣记下了。记下虽好。已经不是十足过，难相信头一点恨。
上官人在东宫用膳，并请他替儿讲解门府。上官你讲解的时候，上官人也是远播，儿谁也必听。上官你也是好。去吧，这边是也是不好的。是，这王儿，母儿呢？母儿，儿子有个哥哥一同到东宫去玩，你们都不愿意跟你娘在一起。去吧，不怪你们。是，谢母儿。姐姐。哪来你我关注？
么你清醒了啊！他们为什么不生？要是离开家黎民百姓来生，黎民百姓？是啊，陛下，你离开光开沿路，光开沿路，可惜呀，天儿啊！上一道家有回国与康，岂可以不分上下论将王？真经18沿路开，从此再也论天下。老伯伯一荒唐，王公回家遍天涯。所与是天高皇帝远，民间的疾苦真明白，有儿只听宫中呀，不问事业民间亡。民有冤屈相在诉，早有得失真明察。因此上今年还有许光开，家父干脆要面金家，放两分下不还，怕什么产业乱天下？儿啊，你倒说得好听啊！你不想想今日的麻烦哦？身为一国天子，岂能为黎民而怕麻烦的道理？好，你有理，你有理呀！谢卿，你倒是这番天有，这个有理啊，有理呀！在你怎么办？真离谱！弟子，对了，陛下。那么以上几条，就请陛下考虑此意。请你总得让我想一想啊，不断图为何？
是久别定心，这是在听啊，天有好事，臣告退。殿下，这休要之战是这里父王依据，否则已经犯的必同小苦啊！就因为父王有意不决，他是有他母儿，又是娘的母儿，此次下去，应快立出祖庙，受得报啊！殿下，今日必须要令父王下诏，等早时下雨，你父王要反悔也不能了。事不宜迟，死在身边也是有理。老臣暂且告退，幸运顺畅。好，此次你不赞成，与母在此等而不忘。王儿，父王，儿臣传起父王，就你一个人在这里，就要一人在此等儿父王，再无别人了，再无别人。唉，孩子啊，你做这事太危险了。我越想越不妥当，父王，此事你不能再犹豫了。你再不想想你母儿的许多好事吗？母儿许多处事，对父王、对臣儿、对历史总是来讲是害多利少。可是朝中另有别人在拥戴他，儿臣但有意就为此啊。你觉得上官你这个人靠得住吗？父王，上官你乃是两代老人，忠心耿耿，只要父王拿出旨意就行，他岂可留到？两代老人谁靠得住？这太冒险了。就像你，他是你的生身母亲，尚且靠不住，不光两代老人，这是罢了。哎呀，父王，儿臣已经同他商量过好多次了，
怎么你与他商量过好多次了？哎呀，你这个父王，你呀，你这个毛孩子哦，父王啊！彼子儿刚强为杨元，都是为父亲他是何担心？自从环顾了天地，那些女子观朝生，看日吕后算公平，这平齐时辰杀到尽。父王你杀父，当机列断子一批，历史的不妙三地情，也无其为我有心，自比三世我苦饮，父子为吾上万就同病，待明你母与李朝政，虽然他权夺来尊朝廷，却也是国父名将罗太平。莫为他再算自不有才能，恰是父王身为心，多少他人爱你人，多少讨你父王空有帝王名，他不说将天后兵，这历史的荣威要我提醒。自古太朝当再见我心灰，从人元老请教领，门道两半为无人，有几故是我的心不仁，比天有莫再能，为是意外他与一人，寡妇不仁反来劝，小不仁是在大武林，王儿不知从于情，你何必烦恼自己心？跟我慌，为我年迈身有病，只求得子女结孽而根进。王啊，说罢了，现在是老道过日子，上官你啊，不接，不接，不，快去！你，哎呀你呀！老贼，现在是让上官你传见陛下。好，上官你平身，谢陛下。上官你来得真好啊！寡人心中满美，正要找你下棋。下棋！哎呀，王啊！上官你忠心党在，做苦心痛，父王你何必努力？陛下，向老臣两兵将上，须眉须他，历来身受唐失宠恩，在官老土地也所不行。
陛下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？父王，哎，陛下，那么你认为天运是如何？陛下呀！那么一念之间该自如你，陛下深处，臣不管冒昧。父王方寸一论，但将不放。陛下，杀官非此窃欲，实乃是唐舍之福啊！非的吗？陛下，你这般犹豫不决，不但立誓出庙，胆机苦情，只怕臣等也要受掌声之体。哇！陛下，这好，上官你管朝非有之招吗？是陛下依准，臣虽死无恨。上官你操奏，臣领之掌等。天宇，这是有的吧？也许我来的太不是时候了。不，早看天关起门，你管算是我的儿子们。上官你呢？怎么
不出来见我啊？上官你春见求哪来？这哪来？请问这是何居心？请问陛下所以？想到要将臣妻毙，我这里勤勤恳恳为国们，你哪里是规规矩矩永不记？万岁不用的人子，你到东江奴婢，于家于国大有理。我武媚娘本身三国不对你。后也有你莫多你，寡人哪人有此情？既然陛下无此意，哪一个大胆官的他问在真的此情，请你自去问上官仪。老臣便是好大的大胆可自当官的，本是王你将王有的，经得朝纲的手气，还有无意不道理。我问你，已经恭维，以下晚上给我猜。臣这句昂堂启程，是回不去。你还有什么说的？臣这觉得惭愧。陛下，啊，上官你一人非君，离间恭维，该当何才？贼因此事，才因此事我我年纪高迈，暂一天老，他叫淫妇一子，乃是像上官你也是天老子，谢天哦。你想保他吗？儿臣愿保。我是你的什么人？母儿，难道你不是我亲生养的吗？为什么你
人该死！是因为你也是一个男人吗？孩儿，不孝，这是你的心里话。那是天子在他之言一纸飞毛被你人上，不足以为天下之君，应即昭告天下，必为死罪。将他贬得冷宫人家看守。我的头啊！我的女儿啊！多久没有听你这样叫过？再叫一声娘！孩子，你糟蹋了这个名字。我知道，这不是上官仪一个人的罪过，娘必须公正。不能轻视，是吧？娘为了看你的。为在当时，不是已经去太医的医治了吗？也饶无恙。哦，哎，自家多年了。是啊，自家多年了。先王驾崩，陛下也已得了真位。陛下后不念手足之情，下到诏书将你兄长杀免了。哦，国丈是我这样讲话。我信吗？莫为他会答应吗？还有这是一时之气，如今时隔多年，总为你些母子之情的，你恐怕还未深知我莫为的脾气。国丈，你为我忽然想起此事，这样对你我有什么好处啊？陛下，自从他有这张真字来，现在已是情变改，吾家是着三龙请为10件噻，万岁呀！同日恭喜
若江山与母与报，不欲为难与母与在。这大唐三国原心里，何用寄予这唐十三？陛下的忠传在龙外，在孔子生于子，难转红在，必须要父老人一心怀，才能获得帝王哎。至今你现实悄悄与书来，若人偶尔举万岁，万岁实有用人之，他赴汤蹈火不是菜。国上希望你们早来，你高楼抚恤大富贵，下半年与其面翁西京，出手他和你有迷门在，从今后莫再地修在人，你连累花人又何苦来？母亲为谁？我这句踏踏平平做王位。国丈，从今以后你再也休得这样的事啊！前几年赶集王王后反对母后，这是罪有应得。上官仪是你替他做人，像我王兄病重人工，真也无能为力。淑女说，个人世上门前雪，却怪他人瓦上霜。你呀，管管你自己的事吧。你人土著传军时，官声不大好。此次你弟身为女子有此事，你要小心才是。臣启陛下，陛下恩典，臣谨记在心。这是臣愿力京都，恐非陛下之福。实能调整在京，才是万岁祝予，这对陛下也有好处啊。那请你调一个什么职位？这好是中书令啊！国丈，你的口气倒不小啊！好，这样吧，让郑重喜有功老二再商量商量，请你调为侍中吧。谢子隆恩，乃是。他说喜有功大人即刻前来，说真有要事拟人。是。万岁。万岁有恩，臣没此不忘，臣暂且高抬。好，国丈，请便。谢万岁。谢万岁，喜有国大人宣。好，宣。万岁。下朝有机选老臣，不至于无紧要大事啊！正是在忘了一件事，才请办理一下。哦，于乎之意？是因为国丈不愿原力进士，命请将军女子此事改为侍中之职。那么原侍中刘金贤呢？免去本职。有请随便为过什么事吧。还有这的奶妈之子杜松田也是把世界公平馆走走。哎呀，万岁，这事空不出吧？为什么？难道朕贵为天子，为这两个国都不可？非也，想问国丈，原来是传军之职。
始终为娘娘奉为王允，为国丈连胜书记，一所铺告。想在世宗之责，乃是中书令之下，未通罗布，实权必消啊！这些刘金贤并不查出，岂可轻易更换？吾皇为国丈什么？为国丈浑身不好，才德不高，恐难知中方。至于陛下的儿子杜仲卿嘛，真是本不用才，怎能诞生的无品大运？依你说，一个都不可以。陛下三思，我都想过了。朕身为不可以的呀。是你为天子还是我为天子啊？朕更是万岁虽为天子，应上提太后之意。太尉用神，宽之神宽，年之神年，终以得罪为先。君实上遵照万岁的旨意，太尉江下贼来，于朕我是切罪不起的呀。好，我知道，都是你们这些人，动不动以太尉来养我。好，万岁，我告诉你，朕不做天子，这两个光也要为人。要是不答应啊，明天把你的光也割掉。是，臣该我再对你说，我就是把天下送给为国丈，也没有什么不可以。我方是个始终之责，你。请太后恩正为相，一路余年，实是官恩不浅。喜爱卿，你怎么又来了？遇到了什么为难之事？怎么有生全尽之意呀？这个喜爱卿，哀家自从实施高中以来，眼见贵族宝物元老王英，用人浙江门第，不从得罪，因此哀家才各施行政，曾受到许多元老重臣公子王生的反对，对那卿等忠心为公。如今大局处定，但死灰曾能不少，青色死去，在富国众生将为谁头啊？这个，两国之间难为昔哟。便是万岁又给你出了什么难题么呢？万岁要议政，就为国常为始终之
罪。据他内那的儿子为父平官，爱卿，你是伟大，必曾立政府要啊，圣上怎么讲？圣上大发雷霆之怒啊！他怎么讲？你不过万事想贪污他，太儿一时之气做不得准啊！他怎么讲你就照着讲。是，万岁言道，我把天下送给魏国昌，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呀、何况世宗之罪。请皇上来。是，太儿，请皇上来。是。哎呀，竟愿意将天下送神，太儿，一时之气做不得准的呀。你这么快吗？我看他没有什么大志，经不得人几句话，就分不出什么可吧？你知道吗？近来在他的周围有一批人，太后，只要太后传谕几句，也就是了，真是没有法子的事啊。是啊，这是没有法子的事啊。看来也只有这么一条路。启禀太儿万岁驾到。是这吗？不知何在呀？你愿意将天下送于你的魏国上，万事无成。我这是儿一句期望呀，不成。老人之辈出在王成龙到王作军，既不想在教徒完整文营，也许风波面在身，既不想东方某一真一人，不马修子真情人，也不想怎样能使民万隆，怎样能令兵家进，恰在是抱着种子进小人，一是赤目成光无用心，愿将天下送于心，不爱江山爱长人，不在后宫终于结，不在朝堂也与人，不问你不家方圆真无功，不在言语真也真了。众爱卿听着，明成殿太监命其景阳中撬动龙凤鼓，吩咐法官四七田园殿听候宣召。遵旨。纪月公听旨，传命你草一诏书，立这年有一千男人一个大位，立刻报地区王帝号。这封为庐陵王，迁居王州。即日起，哀家亲临朝政，即皇帝位万岁。我王登基以来，风调雨顺。
为苏东，为师妇女大国父，大人决意开女。陛下，一人可来，女可可以开的。哦，你爱卿倒同意寡人之意。吾来回国修楼之中，同门考录之内，可都在话其中之女，家有一儿，各得其用，老师长才。只能选取优秀之才，必修文此。张伯娘曹大夫最美于西，你外文才也将别有心裁。哦，原来这大人之意，看女哭去女长院，亦不过是点缀妹妹头一呀。难道寡人开去女哭，仅仅是意在点缀而已吗？陛下，自从凡夫开天辟地以来，阴阳有分，男女有别，男子化而女子内，应真应贤，乃是女子的本分。官方定国，乃是男儿天职，岂用文耀？竟是陛下所为，乃是颠倒阴阳，文耀内外，恐与礼法有所违背吧？你倒真是开口立法，闭口立法。以情所生，寡人也只配在御宫应征言行，不配在这里树立朝政了。说到你的心里了吧？你倒自问不是开天辟地，你还是女巫师脸上覆天吗？真不知啊！那你以后少说些礼法，多宽牺牲吧。哦，李爱卿，听住。命你指使女寇，羡慕天下女中英才，并且不分地域，不问出身贵贱，一律平才取乐。真是，这又违背你的礼法了吧？李爱卿，你倒说说你是什么出身？出身何地？家父务农为本，这不就是了吗？为什么那些三老元老贵族王孙都是此恨我？要是寡人眼光才像徐爱卿说的那样，今日道堂之上与尔等即为吗？因此请等需要自己身居要位，也讲起什么门的礼法来了，臣切记才行。不过寡人开去女哭，不是意在点缀。李爱卿所见，虽然高于他们，但这点也乃身体不易呀。哎，你到底还是个男人呐、哦，听说李爱卿在未发之前，曾留宿在一个寡妇店中。那寡妇有意相求，李爱卿能说话不来，有这是非，怎么陛下也知此事啊？看来青岛还是个真正的男人嘛！陛下，请大你早生吧，请大你早生吧。宗亲还有5辈要走。陛下为光开野路，造成私访民意，也有吉祥彩笑。名臣自受4个书表同会，是否还用，请陛下鉴定。台上一个台真官方，真子，来，将同会台上一个。
其余三个都一样吗？形状相同，只是名称各异。什么名称？还有其他，一个叫叶恩生源通源。哦，正为子午恩赐陛下。内外军务机密之可写书表头指挥，四处同归四方飞，一语黎明大王有人放水，那黎民百姓的不管嘞，这件事真是全不义。台湾有一些今后儿子，关于哪一地？到了长途台步有野马，迎着风迎不平笑，亚索宾官他不为，值得天定不见。陛下，
望那富拉的小民坚求，扶贫供应上京都，那户不像是京都道。面壁上京落逍遥，从今又是荒野乱于满京道。喜庆都知道有一场事了，一人去看夜望高，一生来日希望不消。一卷望路希望谁？一朝让人心陛下，君子必臣一个之间，陛下为我四次三孝啊！对，是寡人失礼了。爱卿之言也是有理，但目今手要自杀，不是怕误判来告，而是怕顺了百姓不归来告而。万一是他，言不苦不帮，无不负上一条误判论告者，一百年真的条理呀！只要清正不难，不怕千条小命，但是不用了。是，第二君就万你操练使用。真是来将红会台下。还有本要走，陛下，小卿向来还有面风面前，请陛下细看。当看年与真情，遵旨。啊！出了什么事了？事情可大了啊！什么大事？陛下，即今日正在扬州混乱，号称十万之众，扬州张氏震惊之心难。这是一张讨伐陛下的檄文。请你凭他的才能，也想大兵明白。控制这张檄文的口气，却是厉害人。言语真情，这臣不管。第二请本一来年，陛下，圣爷难以启齿。第二请你来念。是。为领导不是者，放下你。是，陛下请听。为领导不是者，修非何人，地实寒里。协同他中下人诚意更衣设置，既复万劫毁乱成功，既因先帝之师引渡后王之策，实供积极我妹不肯扬声，以受公在妩媚偏能不死，你愿而于会帖以我将于许有，加以会议进行豺狼人心，今日下阙在重量，实际徒兄是君臣么？这堂很公正，好文章，这是文书喷人，恐怕倒是能迷我一些人的呀。放下你。是。人人之所动及，天地之所不容，又不保障我心，归切神气。君子爱之，与之于必公，实之宗明，为之以重臣。吾何或是盲之不足，只须后之以防，以出王政。
只会说之江城，龙离地塞是下平之居塞。真会做文章，那么许多空啊，倒还生了靡靡动听啊！还有多少？还有一笔。往下念。今日王当群臣，恭维宗旨，奉先帝之臣，也奉本朝之厚恩，宋魏之之心被良留爷爷，愿君山之六体，企图顺遂。下面恐怕都是他要他出水做高贵，你往这做忠心了，没有什么意思，叫去等吧。宣武人士是。万岁是宣武人士大帝，武人士，文章实是不错，不知才是无人修灭，启奏陛下，今是骆宾王谢帝。此好文罪的人，不能为朕所用，让他流落不女，这不是人最想的故事吗？是。这是骆宾王虽然认为是今日必须能，看来也不过是取名王而已。希万岁无人之儿子宣，万岁之宣无人之领子。朕问你，曹娃有什么变故吗？明王不他，无人变故。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龙凤。别人七居阳对朕今之行难，难道你竟丝毫不知？朕非是，保证还3日之内逆兵前来。圣定其今日骆宾王，命令领兵5万以为先营，一路之上不得少少2名，只有查出自己地头来填。无事没中，我拆了你们这些农放事实。列请提子，在令你领兵10万，后来接应，挂上御驾亲征，即刻就到。为问起什么人来？才想到皇帝会到这个地方来。哼，要不是徐经理谋反御驾亲征，会到这里来。哎，这个女皇帝也真厉害啊！徐经理谋反号称10万人马，不到几个月便杀得落花流水，只落得脑袋半截，真厉害哦！徐经理时机造势嘛，哎。你不要小看这个女的，百姓的口碑可实在不枉。哎，听说她长得很美，我们能不能偷看？你喜欢像徐经理一样不要脑袋，你就去偷看吧。哎呀，可是她长得这么样哦，反正是个人啊。哎，那不得哦，我听我老弟说，她长得这么昂到嘴，这么凤凰柳眉凤眼。哎，对。哎，他的年纪不小了吧？哎，谁知道？哎，不要吓踩你了，快点吧！哎，好。啊，你们准备好了没有？哎，好，爬爬未必准备即将。是。
继续去吧。百岁爷的高才真是等等高才。杨爱卿，本句下去，各地方官员举国为衙，许昌府应留下，并将中军呈上，听候宣朝。正是。地方官员举国为衙，不必在此而止。许昌府应留下，并将中军推到城上。因此，许昌营李路进去见万岁，爱卿平身。谢万岁，那王师傅，万岁，小臣闻非之孝，万岁在此臣不管。哎，此次并非经典，请不必拘礼。况且这次大人道尽此次，贵妇也破费了不少。说起来，你是弟子，我还是可人。夫天之下，莫非妄图。万岁之言，这是小人。既是此，你喜欢才就随便吧。这里的民风是何？他万岁之福，倒以丰衣足食安居了你。如此甚好，请这中军不带来不？举意在此。杨爱卿，与我再要年来。这一天，与下命李王日，年64岁，因17之妻，要求园林早期作证，被园林判为从家小事，混淆公堂，当罪死的驱逐出门。这老婆子婆婆上告福音。哦，贵妇，正为是我看子，这李王是有件小的大族。哦，你也认为是小的大族吗？是啊。地方上实体，可见地方上并不安宁。不安宁是由于大家贫困而起，若是家家温饱，自然不会有体质了。可见并不像你所说那样丰衣足食了。是。话是如此，因你在许昌保证3天，并应给园林备上舒适之计，年期到人。是。这一天，以广为儿女逆之名，年19岁，因为不见不守清规，给两家之地，一直伤风发作，没齿为人。眼见本人自身虽高，举步发达，你先有家之中，叫去正吧。贵妇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万岁！因你之命，心胆大，红颜弥多披袈裟，又因父亲两家子，许多人民无分家。此爱他不念真法，
义不能深居阶层，今晚到山这里挖去感应一个前恶之子，为什其言不及？是，速将有关人员即刻大堂，化成天子神经。云子。杨月清，你也是一个女人，到什么时候才能把强加在女人头上的冤屈污名撕掉？喜结万岁，随你大宝。对上来。在你之命，可见万岁。齐了英语。话人问你，你怎样不守清规，去感应天母之子，把经过经营一一说来？被我离破过你。有寡人在此，你怕什么？又是京官大胆时来，寡人替你做主。万岁永贞。就剩无门死无路，我几次要把最艰辛啊，这苦难的原因，于是啊，到今日百无感应两家子，说什么不问他来财你多。我这去万岁所将死，我情愿早死早灭，免受折磨。你听见了吗？是。问过老你没有？小dân请了老你做水务者，把小妾我整了。是。
那小秋。小妹妹文娃求见万岁。你自在吗？我自在。他是谁？认识他吗？他为就是光为暗当不发一生，不分你谁？他为什么吧？不受清规，勾引良家子弟。勾引谁？勾引你吗？你家是哪里？离此不你远光为俺，30里地。是事实嘞。他没事到你家里来勾引你吗？不是，在什么地方？他每日在暗道门口卖弄风景。你怎么看到？小人去进香得见。他没事在门口，你没事去烧香不认识。大胆黄土不认识，一场全是欺压人。真心反目的心，要假如女人是谁？大肚子大人原成人，赤壁元帅亮了明，日里黄土有人叫他遇见三个单袖是中是非。你觉得寡人对得过公？小人在书要前先生出牌无辜。一个傻小女子，受尽欺凌，反逆恶名，不法之徒逍遥法外，你说公平吗？你受贿多少？哎呀，万岁！小人无多这一次，受贿嘛，放小人万死不管。不管最好。许昌英，对，凡你风淫不良，生育之命，在生育以后，家不受孕，分居之别。是。小妾无之物，他教之无为，各取妾无之责。是。广为儿老你这当死人，所有女生各是千山。是。你带领子民去吧。谢子龙哎。子民，你可有什么亲近的人呢？小女孤苦伶仃，别无亲人。那你又怎会是无辜啊？小女本就一时，并未相误。也罢，寡人是你年生怕一名，尚有为难之处，可找当地官员帮助。尚有杨梦因为即是此怕来见我。万岁！今日愿万岁万事当心，今日去世的不都报来是愿是女马相报。不要想什么类似，谁总得要活下去，明白吗？去吧。
于苍蝇一个人的糊涂，这是男人的自私啊！所有的男人，所有的男人，由来已久的事实，对我们女子不公平。哪里有什么事看？七万岁，拿到此看一名云雾女党，送那就去吃到一把。对上来，是，来吧。哦，是那么一个小姑娘。你化人于什么元首，因夜为到来此讲？姓的名才就谁之事？讲。太下。不用害怕，把事情说清楚了，寡人不难为你。你姓什么？我姓上官，小名我儿。上官儿，上官你是你什么人？是我的祖母。那你为什么要迎娶我啊？你听了。我做是个村头人，你爱他一名送进了王夫人，生女外你夙愿，要与他高谈小恩。你祖母是一个真正的人，可是他反对我。我恨你抢他哎！在你看来，我是一个很坏的人吧？话街上听声议论，是你强暴尊朝中，不分是非和杀人。刚才听你报案声，才觉得怎么样？才觉得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话是吗？才觉得你不是一意孤行的残毛驴。我见他年轻胆刚又小气，讨教高人还在心。慧儿，你愿意对我进宫，与我做爱吗？进宫？哦，你怀疑我？好，为你这把刀子。要是你觉得我是个坏人，还是可以与他杀了我；要不是，你就跟我进宫吧。旗号，兴兵作乱，龙门营侍卫皆特飞奔救救。还有吗？关于清州司马也有本章告诫，说清州此事破原会，厉害营州罗灵官谋反，也算是奉了庐陵王的密信，
是陛下密切神情，不过母子体人，与此鲁陵王与此地故而今王去别，共有多少高级本长？二十五天，为首之人击鼓，击鼓王把国王三个国公，都是奉了鲁陵王的命令，大部分都是此事。王妃可有什么动静吗？王妃还没有什么动静。娘子，女臣无耻的娘子，陛下，你是什么娘子？指望门犯都娘到鲁陵王的秘密。陛下，西门长如此里放着人，他们成不了什么大事的。只要来一个不的出行的办法，也就是了。不的出行，我们百不动，无为之中难成功。胸中不忘女王子，表面文章真正通。加入了密谋出了鲁陵王，家家子意就动工，真着将王儿女婿来宫中，死亡的美犯的无名中，我教他们无敌无兵难拒。应该把他接回来了，让他原此王走。纵然他自己不管心怀意志，也难保无人重用要一他。我儿陛下，明日即刻草拟一纸，命王州长史，可是护送鲁陵王为京正之。你下一家去举行深夜举荐有什么紧急大事？不肯说，他只是王州有人到来。王州有人来，莫非王州真的出了什么变故了？快说！是，万岁只选李小玉。陛下，鲁陵王和王州回来了。不孝人叩见陛下，望陛下万岁万岁万岁！这王儿是你回来了，是不孝人真回来了。为我是此浪费，快起来是吧？不是人儿之罪，人儿不该起来。你有什么罪？哎，是啊，以往日来生，无功无财，也就是你的财了。人儿该死！快起来，我有话问你。叶青，你也坐下，记住。我来问你，你既秘密混入之王谋反，你又为来之人啊？哎呀，陛下，儿臣在为此事先来禀约，陛下呀。自从那年被逼婚，儿臣是爱文受气在房州，我不是责任。
些人真欢笑，也只得早晚分享八不就，一昨年真公慷慨上天寿，二月儿母子早人能聚。有谁知无风吹起浪塞草，二路之王龙头满，围绕奉了人儿的命，生生为报人儿居。明日是少办家育而为首，恩中密满把人儿看，人儿我认得此心问他头，急忙忙家长该摆出丰收，不怪那路远山高和野走，我为民尽尽来当年路又到了李将军那里。陛下，此生功名情长无方，不想禄女殿下闻得这个人位在深夜护送殿下进宫，瓦解吕布一人之下，不劳之小辈。身为陈荣基，到此来保护殿下入京内宫，对大人那里也不及报之。既如此，就命你率领10万人马平定陈后，此次指望没败，军系无危之中，奇怕必脱。但千万不可轻敌，不图虚用剑力，实际又是拥有牛刀可以杀得好戏大事。帮你早日平定出来，明日早早正式接下，出宫去吧。真是我儿在，命你讨你一子，等李教一将军为讨你副元杀，副元杀，正元杀你正元杀。稍停再说吧。是。如今这城下我们52个人，你还有什么话要对你娘说的？儿臣指望陛下。哎，这里又无外人，陛下的做什么？你不能叫我一声娘吗？娘，什么事情使你跟娘那么疏远？儿并未受此感觉。假话，在你看来，娘比老夫还凶。所谓是豺狼成性，儿七公。这几年你在杭州做些什么？闭门读书，除了读书以外呢？还是读书。看你快要变成书呆子了。我总为你在杭州这些年可以增加不少阅历，想不到。哦，你能领兵当仗吗？哦，儿从来没有当过仗，你管不管？哦，管最好。看敢知道吗？
码头韭菜葱，那夫人间言语动，你皮具放手10余年，是否为娘心思重？今日里指望滚不动，假日的名义是威风，谁令你清罢袁沙营，才是平叛立功兄，也来是四境清零父子难。儿子嘞，管教那些无毒动，满天的谎言是否不虚空？别人冤枉就好。婉儿，你听到了吗？是陛下亲自挂上李小爷不是。对，你先去给我一扇吧。来，只有殿下去给我一扇，而且高举。我真有事要找他商量，快请。是，有请的大人。我老不必拘礼，快请坐吧。谢过。陛下，指望朝代的本章可曾看过？都看了。都说是奉庐陵王的命令，请看是何？我看这都是谣言，无意见的。陛下。往来是陛下亲能事，真的王人有孝子，人居人陛下做你他好不爱他父子，今日看指望我人。
不肯是。这两个是农夫，那还有谁来？我不是说人，我是说能不能改变法度？昔日内当官天下一国子，必须是得到王中的高雅士，以为得病一心在，期间批评难根治，富强难免生权子。法度比，一块天下必多啊！王者宗亲会夫妻，论到文武他母子，一心郎子成金币，一块的生死要比论事。请得到一目相关古来事，一等官一心传为故有事，鸟在生，生在鱼，难道是古来一军亲临并不自且鸟声传为，还有哪个这话心思？立法一人3000年，虽说西人一旦是陛下你强把法度比，早不早是要泄露牙齿，更何况陛下你还有亲生子，先帝一马同生子，不娶她你是上清多有事，夜莺难免有不追啊到是亲啊，他远居房中都是闭门苦读公子，怎能接他为公子？坐在你底下，总有日亲亲就会长子，我的男人的万岁。请到真是矢志不移呀！哎呀，陛下，你再想一想，除了庐陵王，还有哪个呢？言之国老爷难道死作正统之间，其他人只可相信，也怕得真再想一想吧。陛下如此高贵名尊，若此事起连数年之久，不知为了何事，此臣不假。是啊，国老万事能替国家着想，若此事乃替一家着想，你这明白的事也就好不奇怪了。臣不明白，不过陛下是不能再质疑了。为今之计，接着派发了庐陵王为他之诏书，接地下回来，这样也可撇清对陛下的谣言啊。什么谣言？是陛下屁从无
是兄弟，母子不和，娘在地下，甚至有娘杀之意。你也相信了？臣不得不逆信。什么？你可知殿下已在宫中吗？臣一片忠贞之心，陛下为何戏弄为臣？戏弄你，有道君无戏言。慧儿，请殿下出见。是，有请殿下。殿下，过劳。臣今生得见殿下，乃是万幸。今日得见过劳，真是晃动个事。起来着吧。过劳，你既力保王儿，那意味要天堂过劳无得了。臣功劳独地，万事不辞。王儿，快过来拜见过劳。今日是过劳接你天子注定。小王拜见过劳。杀杀为臣，杀杀为臣。过劳，就命你为父讨诏，列入灵王为他子。今日早早揭发，王儿这样偷偷回来，也会引起外人的猜测。命你即刻爱骂王儿到杀江一问题，待诏书下案，即命文武百官摆起来家，接王儿回来。你带他去吧。臣真知。且不语。在这里，编辑主持赵杰和小徐要和大家再次祝大家新年愉快，让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。再见。